话艺术水阁好，搁种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搁来讲迄个4字的成语。国情啊，你无意无事，较讲得济。我毋是干那无意无事尔，我阁无拍无算。有影呢，无起头4字的成语，中插一个第3字，共款用无相对。啊，本来咧讲拍算，就是讲咱开钱晓准则，安尼讲做有拍算。颠倒边讲意思，无共款的解说，相反面就是无拍算。啊，若为着要加强，插一个第3字的无，认真讲，拍甲算袂使拆开呢。因为拍算，你若单独解说拍，单独解说算，意思就搁无共咯。啊，这里唔硬差的，对，要斗4字的成语，互你好记，互你有印象，互你了解讲我真正足要义，你唔通安尼无拍无算，因为若安尼钱拍开，日子一个久到尾也无定爱去夹、爱去拼、爱去抢，安尼都唔好咯啦。啊对，若专门做迄个无天无量的代志，真正就唔好啊。无天无量，共款的，共款斗4字的成语呢。有天良对比相反面的意思，无天良。为着要加强，硬甲插一字无伫咧第3字。天良嘛袂使拆开解说，天还天良，夹起来则变天良。所以第3字插落去，无天无良，完全是咧加强口气。无天无良，整人叫，若无刑法做袂消，掠来衫裤剥了了，剥落当挑冷下雕。什么所在？刑法甲遮尔忝，遮尔残忍。如流仙的念4句联，10天严军在共坑死嘛，讲唔通做迄个奸诈、共诈骗的代志嘛。吼，讲来到遮，无互国政啊讨一下认真，因为我也认真咧准备资料，咧做解文说理这个节目，嘛是有影无用无功，就爱加减讨一下扑下声咧。无啦，我唔敢啦，朋友你看节目，我实在就真感恩咯。唔通讨人情，我是咧讲无用无功这句话，用功。2字若甲拆开，用还用，功还功，解说嘛无功。原来这个第3字无用功，插落去变无用无功。共款嘛是要加强口气，共款嘛是要互你好记，共款像这个4字的成语，互你真有印象，了解讲我确实真要义。朋友啊，毋是干那这几句尔，个原来有迄个较粗较土的，你原来想会到，咱互相来探讨甲研究，奖励一下练功，解文说理，个种爱个强，个种爱个快。咱互相，再来将这个台语4字的成语，尽量讲互伊深入研究，互伊较彻底咧。